UK 3.2 1-3英國永居考試中世紀戰爭鼠疫政治變革3.2中世紀時期3.2.1國內國外的戰爭諾曼人入侵後的時期，直到約1485年被稱為中世紀或中世紀時期，這是長期戰亂的時期。英國國王為了土地的控制權和威爾士、蘇格蘭和愛爾蘭貴族交戰，在威爾士英國能夠建立自己的統治。1284年，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引入了羅德蘭法令，把威爾士收入英國領土。他興建康威和卡納豐等巨大的城堡，以維持這統治勢力。到了15世紀中葉的最後的威爾士叛亂都被擊敗了，英國法律和英語進行得以抬頭。在蘇格蘭，英國國王不太成功。在1314年，蘇格蘭有羅伯特布魯斯有領，在班諾克本之戰打敗了英國人。之後，英國再沒有入侵蘇格蘭。在中世紀初，愛爾蘭是一個獨立的國家。英國先派軍隊到愛爾蘭，以幫助愛爾蘭國王及建立自己的定居點。約於1200年，英國統治了一個在都柏林附近名為佩爾的愛爾蘭地區。一些在愛爾蘭其他地區的重要領主接受了英國國王的權威。在中世紀，英國國王也進行了一些國外的戰爭，許多騎士參加十字軍東征，在歐洲的基督徒爭取聖地的控制權。英國國王也與法國打了一場長期的戰爭，被稱為百年戰爭，儘管它實際上持續了116年。百年戰爭中最著名的戰役是1415年的阿金庫爾戰役，國王亨利五世以大批軍隊打敗寡不敵眾的法國軍。英國在1450-60年離開法國。3.2.2 鼠疫諾曼人使用封建主義為土地所有權制度，國王授予土地給領主以換取戰爭援助，地主不得不一定數目工人來當兵。一些農民有自己的土地，但大部分是農奴，他們可用領主的土地來種植糧食，作為回報，他們要為領主工作，不能搬走。在蘇格蘭南部的帶住同一個制度，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北部，土地是望族的成員所擁有。1348年，一種疾病瘟疫來到英國，這被稱為黑死病，英國人口的1/3死亡。類似的比例也發生在蘇格蘭和威爾士，這是英國史上最糟糕的災難之一。黑死病爆發後，較少的人口意味住有需要較谷類作物，這時勞動力短缺，農民開始要求更高的工資，新的社會階層浮現了，其中包括擁有大面積的土地的地主，後來被稱為紳士的出現，及人們離開農村搬到城鎮，在城鎮財富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勢力。在愛爾蘭，黑死病殺死了許多佩爾的人，一時之間英國人控制的區域變小了。3.2.3 法律和政治變革。在中世紀，國會開始發展成今天的模樣，它的起源就是當時國王的謀士，成員包括重要的貴族和教會的領袖國。1215年前沒有明確約章限制國王的權力，在這一年，約翰王受到貴族壓力下，被迫同意一些條件。一個名為大憲章的權利章程因此而成。大憲章確立了使是國王是受法律的新約，它保護了貴族的權利和限制了國王收稅或改變法律的權力。此後，國王將需要諮詢及通貴族認可方可立決定。在英國，議會是為國王徵詢他的貴族而設，特別是國王需要籌集資金時，參加議會的人數漸漸增加，形成兩個獨立的派別：貴族、大地主和主教屬於上議院，一般是小地主的騎士；城市的有錢的人則被納入下議院。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參加選舉，推選大眾派成員。蘇格蘭也發展出近次議會，它一共有3派：上議院、下議院
及神職人員，這也是發展的法律制度的時候。法官是獨立於政府這原則慢慢建立起來。在英國，法官以過往判例及傳統發展出普通法。在蘇格蘭，法律制度發展略有不同，法律是編纂即寫下來。